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阿好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哈？头家娘，你无爱互我带头家叫先生看，我即马请先生来遮看头家，安尼用会袂？阿妹，摕100块给伊，叫人转去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甲阮先生啊，你透暝坐夜车，来甲恁食呢？什么你凊彩摕100块，你就要叫阮走？你讲当作去食呀？无啦，先生，咱来走。先生，别，你请坐，你请坐。你看，无啦，毋是这意思，毋是这意思啦。医生先来你啦，吼，你莫插伊，我来甲顾听，我来甲讲者，吼。哼，头家娘啊，你慢慢安尼。我喊一大路车去拄天，真无半间才甲请来。人本来无咧往进的呢，是我伫个门口跪一暝一日，人的先生哦，毋才忍心同我来呢，对毋对？人先生即马都来啊，你就好看一个，凡事头家目睭会好嘛，无一定。等下头家目睭会好，你就免咱辛辛苦苦一干暝咧甲照顾伊啊，敢毋是安尼？阿好啦，照顾建昌哦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甘愿照顾伊一世啦，免你烦恼啦。头家娘，你若有做我做迄样的啊？以后我腰甲准准哦，你是条够自私的呢。你想讲头家目睭永远无好，你就会当甲白死人哟？你对我袂讲啥哈？要做善事嘛是你的代志啦，建昌是我的翁，我讲我爱看，就是我爱看啦。我怎唔知头家是你的翁？要唔过伊是我20几年兄弟啦，有假期就真照顾我啦。我甲你讲要看就是要看啦。我不准你看。我讲要看。我不准啦。我讲要看。阿妹啊！你站站，你徛咧遐，你莫紧动。头家娘，人我带来啊，我对会起当家做公做马啦。当即嘛要看毋看，由你家己决定啦。我要来走。头家娘，我要甲你讲一句话，我若讲吼，人咧做天咧跳，做人就是跳。先生，你想，拜托，伊个人讲你莫走去，拜托你一定爱甲看，吼，一定爱伊好，吼，拜托你啦，拜托，我外口等你，吼，拜托。头家娘，迄位先生搁坐伫咧大厅。交互你啊，请你睇看卖。真正。我目睭是安怎？
若是别人我就唔知啦。啊，若是我吼，绝对有这个把握来医好着你的目睭啦。先生，你是讲阮下目睭会好起来？安尼就万事拜托啊！唔管开偌济钱吼，你一定要把伊目睭医好好啦。多谢你。先生啊，走啦！头家啊，其实吼，你唔免感谢阮先生啦。阮先生吼，本来唔捌你共往进的呢，你吼是头一个啦。你爱感谢的人是拄则伫大厅，你有位朋友啦，伊去阮遐伫门口跪一工呢。阮先生叫感动，今仔日唔通走这逝啊。我有位朋友，对啊，就拄则伫大厅有朋友啊。啊是啥物啊？叔弟啊，按讲是我朋友去拜托先生来甲我看，啊是啥物啊？阿妹啊，这两位先生吼，行遐尼远的路，一定足忝啊！你先请伊去客房休困一下。哦，先生，跟我来。叔弟，你紧甲我讲啊！我迄个朋友是啥物人？叔弟啊，啊你著紧讲，我通好甲人说多谢。是阿浩啦。啊好啊！今仔哪有开灯啊？啊，大门阁关条条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？阮一直想要提。母娘，啊，你来做甲公路啦？你若无想要转来，就讲一声，莫互我彩云姐掠做还一个查甫人通挖口。啊，无啦，母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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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文燕，是最想转来是？头家，嘿，我明仔过来食，小刘这来算啦，阮叫发烧哦，要去传看医生啦。发烧，囡仔发烧。哎，就紧传先生看。我来回来甲手接你个吼。好，来，快点来。美国发烧，真是，咱去找你来看医生啦。真是你看我出来啦，我要给你打电话，真是。母娘，歹势啦，我知影你咧想去啥啦。啊，着我报下要转来吼，啊，着拄着人来甲通知，啊，阮老爸吼拄啊干一个小妹尔，啊，阮姨丈吼搁早死，啊，阮阿姨吼都干那生一个孤囝尔，啊，但无代无志吼走去开啊边受水吼，啊，无代无志叫淹死啦，我知影我也无去甲看一下袂用你啦，我毋才会耽误几日工才转来，吼，歹势啦，哎，母娘，你怎么倒啦？自今仔开始哦，这间房间互你家一人住。啊？啊，你要困倒？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你乖啦，乖啦。互我出去啦！啦，互我出去啦！啦。母娘啊，是个啦，啊，就真正无法度你咧，啊，就吼，阮老爸干那一个小妹尔，啊，阮姑丈就早死，啊，阮阿姑为就生一个孤囝，啊，就无代无去受你罪啊。真正是讲你姨丈？我甲你讲，无咧，啊，我明明就讲姑丈，安尼讲姨丈，无啦，啊，阮。要是我代志大条，啊，连白贼都袂晓讲。创姐咧，创姐哪无去？创姐啊！我问你叫啥名字？你叫我大声，我声哪安尼？创姐伊走倒了。母娘，啊，怎样是安怎？我甲创姐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我来去。我找你做伙来坐。唔免啦。创姐啊！母娘，啊。
家真也袂转来啦。但是找我安尼，我规个心头安真讲袂到。就互我去找着，这个心软讲甲我激气。后面就是伊啦，伊讲伊是已经等家的头家娘。阿妹，你醒来。老彩混，你搁转来创啥？小电器啊，我是要倒来摕一项物件。你毋是缀你的客兄走啊？你留落去等家，除了见孝代，还搁有啥物件？小电器啊，当初咧等家，我并无甲你。你要摕物件哦，已经摕到，你当走啦。
情。